中度风台卡罗今仔暗时到半暝上瓦近台湾，气象局嘛针对11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。总统蔡英文嘛取消原本的行程，早起伫行政院长陈建仁陪同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。总统嘛提醒，沿海地势较低所在，要爱特别注意海水倒急甲淹水。我们现在碰到的是年度大潮的期间啊，那沿海低洼地区呢，要留意海水倒灌以及积淹水，危险的场所和活动，不要去，例如危险的河床、登山、溯溪、观浪、戏水、钓鱼都不要去。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呼吁民众要爱特别注意熊透大风、落大雨。总统嘛爱民众风台天尽量就唔通出门，爱注意气象的资讯，加强防灾。总统嘛感谢各地防救灾人员，各地风台天都会工作的所有的民众。